生活阁真趣味。透早着加角仔啼，也毋免出乡里。我是安分守己，饲鸡仔做生理。啊，土鸡、肉鸡拢有饲，尤其是生两鸡，我上趣味。生两鸡阁赚大钱。透早啊，门一个甲伊开，伊就啊一体生两粒，阁上准时。上界学落是迄只老家母，日得生两，阁当上久，害阮对伊煞有感情。朋友，你若想要做生你无恁饲鸡仔，阁阮赚钱。卫生着爱顾好好，啊饲了一定爱传舒适，保证饲到伊着自然。生着大粒营养的鸡卵，互恁大啊大赚钱。讲我踮农村，生活阁真趣味。透早着加角仔啼，也毋免出乡里。我是安分守己，饲鸡仔做生理。啊，土鸡、肉鸡拢有饲，尤其是生两鸡，我上趣味。生两鸡阁赚大钱。透早啊，门一个甲伊开，伊就啊一体生两粒，阁上准时。上界学落是迄只老家母，日得生两，阁当上久，害阮对伊煞有感情。朋友，你若想要做生你，无恁饲鸡仔，阁阮赚钱。卫生着爱顾好好，啊饲了一定爱传舒适，保证饲到伊着自然。生着大粒营养的鸡卵，互恁大啊大赚钱。